淮阳人士，我父永嘉太守，不幸早年亡故，只有老母在堂，是我在家为你读诗养亲，但也逍遥自在。今日乃是我父好友张少师寿诞之体，奉母之命前去拜寿，家有待有你。
一女，因患于症，年方27岁。我以诺将女儿许配行之，缔结亲近之好，不知贤侄意下如何？托梦伯父不弃，但凡天之行，用小侄回去，禀告母亲前来顶礼，我就此告别了。没囊没气没脸没皮没骨头，
界边啊，有个顾媒婆，我把她找过来商量商量，让她帮我拿个主意。我说小子，哎呀，界边找人，找谁呀？顾媒婆，叫他马上来是怎么着？对了，让他马上来。哎，好嘞，快去快去！哎，好嘞。哎呀，顾媒婆来了，她准有主意。等她到此，我是再做道理。走着，走着，哎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。穿门入户，长生事，密语甜言，乱害人。到了，到了，言一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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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爷，顾妈妈到了。哎，把她请进来，把他请进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顾妈妈，大爷请您。哦，叫我，哎，叫我，哎，请进，哎，请进。大爷在哪儿呢？哎，大爷在这儿呢。哎，大爷在这儿。哎呀，顾妈妈，您这好啊！哎呦，哎，大爷您好啊！来来来，给顾妈妈看座啊，看座。这哎，看个座，看个座，这么长的呀？哎，咱们坐下好说话啊！哎，顾妈妈，您坐这，坐这儿呢。哎，坐这坐这。哎呀，我说大爷，把我找来有事儿吗？是啊，没事儿也不找您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听我跟您说啊，您知道我那表妹张玉珍啊？不错，不错啊，提了几次亲，她不给我，说你没出息。如今呢，她有了主了，哟，给谁呀？给了赵启贤了。赵启贤，他可不配。可不是，瞧您长得多合格呀！哎呀，真是啊，一朵鲜花插他妈狗屎上了。谁说不是？哎呀，不给，打算着怎么着呢？哎，我打算的让您您打算怎么着呀？干嘛呢？当照相呢？倒杯茶去啊！哦，倒杯茶，哎，这，哎，倒杯茶去啊！不给怎么着呢？我打算啊，让您帮我出个主意，把他们的婚姻给打散了。把婚姻打散了？对了，那就多缺德呀！哎呦，这会儿怎么又缺德？哎，我不能办那事儿。哎呀，公妈啊，这个事成之后啊，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啊，漂不了我我。漂不了您。哎呀，怎么能打散了呢？您这个想得哎，这档子事儿啊，得办严密点儿，那是自然的。哪儿都是。哎，您说，我告诉你，待会儿我到了那儿啊，我就这么办，这不就成了吗？谢谢您。哎，事成之后，做几件新衣裳。没得说，您要什么我给什么。那就这么办，听我回话，急不能快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我就这两天，就这两天，今儿个明儿，哎，就这两天啊！我走了。哎，慢着点，别让我忘了我这档子啊！别让我这档子。
父母在堂，十分宠爱。昨日听母亲言道，我爹爹寿诞之期，赵家公子前来拜寿，母父一见，异常欢喜，一
见女娇啊！好，妹妹，小辉妹妹，哎，谁呀？我来了。谁呀？哟，顾妈妈来了，您好啊！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小姐起来了，在房里头呢。去给我言一声。甭言一声了，您跟我进来得了。对了，进来进来。我呀，常来常往小姐的。，顾妈妈。小姐，我来了。妈妈小姐在哪儿啊？哟，小姐，您呢？好啊。请坐。哎，谢谢了啊。对了哎，您坐下吧谢谢。你就站着啊。哎，哎呀，小姐您呢大喜了，我听说有婆婆家，哟，还臊了，还臊了。哎呀，许配赵启贤了，这小人啊，我可见过，书香门第，长得呀，那甭提多漂亮啊！还告诉您说，那长得也合格，就念的那书啊，有好几10册呢。哎呦，这人我见过，是吗？您见过？太好了，长得也好，哎，长得好外啊，在也好，啊是啊，脾气也好。这脾气也好完啊。了，顾妈妈，您别说了，这件事情我早就禀明我们小姐了哟，你报过了？啊，我来在后头了。可不是嘛？哎你呀，你算头报，我算二报了我。二报了呀！你为何多事不到我这里来呀？哎呀，我呀是穷忙啊，给人家洗洗涮涮的。嘿，这么办得了，等小姐出嫁的好日子，我过来给您呐帮帮忙啊。对了，等我们小姐出嫁的好日子，还得请您帮忙受累来。哟，干嘛请我呀？那冬瓜汤我没喝上，哎，这喜酒我还不喝怎呀。么得请您喝喜酒哎，啊？我早来，我早点来啊，早点来。哎呀，妹妹，在这儿梳头呢。啊，给我们小姐梳头呢。哟，您瞧多好啊，您别说了，又黑又亮的。您瞧啊，那个书呆子好大的福气可不啊！是嘛？哎，这是什么花儿啊？哦，这叫碧玉簪。哦，碧玉簪。乃是我母心爱之物，家传的宝物。老太太呢？对了，夫人心爱的。哎呦，我说我活这么大岁数没瞧见过呢，老太太碧玉簪儿。哎呀，小姐，我呀，一瞧见这个簪子呀，我可想起一档子事情来。我们啊有个亲戚托我给打个簪子，您瞧，老没有好花样儿的。我瞧老夫人这花样挺好的，这么办？我呀，借几天做个样子啊，打得了我就给您送过来。不知道小姐您呐，哎，肯不肯？此乃我母心爱之物，不能随便借人，还望妈妈原谅。哎呦，不能随便借人哟，这是怕我拐了着了，这是。哎呦，我说小姐，要说您这府
上啊，我可是常来常往的。您今儿个这么一不肯，往后这府门头我可怎么来呀？再者说了，您这个门儿我可怎么出去呀？哎呦，您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这不是这不是。哟，小姐，顾妈妈她不是外人呐，借咱们这个簪子，做个样子，小姐你就借给她得了，不要紧的，不过是一半天就给咱们送回来。小姐，您借给她得了，您要是不借，怎么让顾妈妈出咱们这个门儿啊？哎，是啊，您瞧这花样多好看呀！这个，你有糟心啊，回来呀！对了，早点给我们送过来来呀，就给您送过来啊！哎，成了，那我也该回去了。今儿个呀，还有人请我去洗衫呢。糟心啊，回来呀！对了，早点给您送回来。那么我走了啊！我走了。慢点啊！回见啊！回见。这个拿回去给他，这不提了吗？这不就成了吗？我们到后堂去吧。
我说你认识这个不认识啊？这是什么呀？避孕簪。捣乱是怎么着？怎么？我要的是人，避孕簪管什么呀？管什么呀？嘿，你这门亲事可就有了8九了。哦，有了8九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怎么有了8九呢？您说说。我说你会写字不会呀？废话，我这么大个子能不会写字吗？你呀，写他情书一封。写情书一封啊？怎么写呀？哎，你知道怎么个写法啊？怎么写法？你就附耳上来，你呀，你就这么写，写罢之后啊，你把它交给我，交给您，把簪子封在信内，把它交给我啊。等张小姐出嫁的好日子，我过去嫁一帮儿，一个不留神就扔在新人房里头。这新郎官啊，他是个书呆子，一瞧见情书不贞洁啊，绝不能要他。对呀，那根啊，要是把它休了，这根从中找人给你们一说和，哎，哪怕你2人都白头到老。哎呀，陆妈妈，您可真是年高有枣。这什么呀？您高有德，有德呀！会写是吧？会写呀！读过书，念过。当初就为了写情书，割了头了。我写这情书一封，谁让你没事净写这个了？瞎闹嘛！这情书我得模仿我表妹的笔记。对了，模仿她的笔记。你瞧，这笔画还不错。这就得了。把它交给您。来，把它交给我，咱们把它封在信内。您这门亲事啊，可就有了一半。谢谢您了啊！这事成之后，我那担子事怎么着？不都说好了吗？全都有在那里了吗？什么叫有在那里了？要退是怎么着？还是那句话，事成之后，您要什么我给什么。那就这么办。别忘了。我走了啊！你慢走。千万别忘了我这担子。绝对忘不了啊！别忘了，慢走。慢走。这儿的了。哎呀，顾妈妈此去是定然成功，我呀竟等着拿轿子抬人喽！
歇着去了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可是这么着，待会儿想着来听房来。哦，还要听法嘞？听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走了，待会儿好吧，好吧，回去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问题张小姐才貌双全，今日趁此美眷，莫朝其贤，好心也。看天色不早，但莫言上访问，早晨家里便了。这是婚话，但我看来，陆少庄表兄开策，欲征败，欲征败。这玉珍二字分明是新人的名字吧？这其中定有缘，但我是否看来，这里面曾我还有一只比喻脏了，好奇怪呀！表妹一次来，屈于无奈，望其原谅，奈得我无手段之体，再图相会，送上比喻暂以之以为标记，表妹与真败上。这分明是你风情虚啊！想是这贱人在家中之时，早与那陆少庄有些过暧昧之事，这还了得？不想上少师家中持此不孝之女，待我进房问过明白。哎呀！像这样无耻的贱人，我岂能与他讲话？待我伸张起来！我若伸张起来，岂不与我这见面有？哎呀，这！有了，待我去到十方安息，慢慢查访明白，再来摆布于他。
赵公子为何一去不归？莫非有什么不满意之处？
贤惠之人，要顺从他的才是。媳妇知道了。小慧，搀扶小姐回房歇息去吧。媳妇告辞了。
体中文，强逼我进士洞房。我是大定条之意，不与这贱人同享花之礼。我只得在此伏击而卧，待等天明再做大礼。
精精神，身上顿觉寒冷。我看他一人睡在那里，衣服单薄，若任他在此睡着一夜，岂不要冻坏了我？待我去
这样的贱人不配与我讲话。你不断辱骂于我，总要是个明白。我若有错，立刻就死。你呀，你早就该死！哎，又留点神呐！你呀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全家，他小夫妻
不好，你在尼姑面前要替他遮盖的才是。媳妇知道你走。就是媳妇她既已出家，不能任由她自由你不前去还则罢了，怎么也不叫他前去？难道他母女就不能相见了吗？岂有此理！媳妇只管前去，多治几日也是不妨的呀。媳妇拜禀爹。
赵家来人引导，替小姐即可回去。对来人去世，我留小姐在家治上几日再回去。遵命。还是回去的好啊，治上几日再回去。小姐。
起，有话慢慢的讲啊。慢慢讲啊，我儿性命就要断送了。难道我儿得了什么病症不成么？此事啊，为生病患厉害的多年。带我前去看来。哪里去？去是赵府看看你我的女儿啊。当聘于你。开完有带马赵府去。一生四海。
在此，你还对我怎？什么碧玉簪？老爷，不是奴婢过口，要问碧玉簪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怎么？你晓得？快地讲来！别忙，瞧瞧，把我们小姐踹成这样，又吐了血了。把我们小姐搀进房去，回来我再卖喷的对您说。是不是令爱所写，还要对比记。
然又将顾媒婆送到庙子衙门，重重的问罪。你可害苦了我了，我的表
是小的我。表妹啊，你真好。危险！表妹，你这鼻子好。这是小的我呀。呀，表妹呀！我爱你千条怎么样啊？你认可。哎呦，表妹呀，我和你冤有莫闪。公子是小的我呀。表妹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那儿呢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，在哪儿呢？表妹，表妹，那不是您的表妹啊，那是天津来的老观众们给咱们捧场来了。表妹在这儿呢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表妹，在哪儿？表妹。公子，公子，那也不是您的表妹，那是王月王老板给您看车来了。也不是我可不是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公子！哎呦，哎，公子，公子！哎，公子！哎，公子！表妹，你来了！是姑太太。你姑姑在此。哎呦，我的表妹呀！那是怎样了？一切表妹心欢畅，我心欢的畅。你看我一人天天玩，谢你年了。哎，表妹。哎，公子！哎，表妹，哟，姑太太没气儿了。大了下去。哎，
媳妇，我儿得中回来了，得来凤冠霞帔，你快快穿戴起来。慢来慢来，媳妇做事不端，不敢言传公子。媳妇情愿侍奉婆婆到8年之后，媳妇独去南唐，这凤冠霞帔么？媳妇是不配待的。你与他陪过你儿，哦，是。对呀，夫人，钱不是，话不是 ，no， 只是下官的不是。我这想与你赔礼了。我这想与你赔礼了。喝一个够呛。跪！啊，夫人，下官与你过一下礼了。你看我儿跪在臣前与你赔礼，你们就和好了吧。婆婆待我恩重日善，凡事都颇聪明。唯有此事，媳妇的冤屈，婆婆是知道的。我是万万不能与她和好。有个性。快跑！媳妇，你再若不允，no， 老身也与你跪下了。还有一事，请婆婆做知。媳妇有话只管言讲。对了，小姐，你有什么话就跟老夫人说，老夫人给您做主。小慧是我多年，她人品甚好，孤苦一生，我有意请婆婆收她作为义女，不知婆婆意下如何？哦，你叫小慧做我义女，我应允了。啊，媳妇，我事事允，你就快快穿戴起来。让我们小姐穿戴起来。是。小姐穿戴起来了。儿啊，小慧乃是我的义女，你要与她做一家婿的才是。孩儿自命啊，小慧，你是我的义女，你意下如何啊？哎呦，这我可是求之不得呀！母亲请上，受女儿一拜。不必拜了。何事啊？她呐是我的母亲了，咱们可就是兄妹了。是啊你得好好的叫我一声才成啊！这有何难？啊，亲妹！哎，这不解了。
乱火啊！